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1日，箴言15章29節安尼講：耶和華離開歹人遠遠，總是伊聽義人的祈禱。三甲來祈禱，離開歹人遠遠，總是聽義人祈禱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聖潔、公義、慈愛和信實的上帝。你坐佇寶座頂，掌管萬有，總是有緣壓耳孔來聽誠心追求你的人。主啊，願感謝你，藉着耶穌基督，予阮通無驚嚇，來到你的施恩的寶座前，向你擺列阮的心意，予阮通得到憐憫，領受恩惠，做阮逐時的幫贊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來敬畏你，無對世界的價值觀，無放縱家己的私欲，無予罪惡阻擋阮甲你親密的關係。主啊，求你監察阮的心思意念，除去阮內心的歹，求你光照阮，予阮願意謙卑認罪，真心悔改，定心回轉到你的面前，通得你對阮的歡喜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